日前台湾新闻内地报道起诉来看，日前时期日本政府透过中人去骗台湾嘅富人家去中国东南亚嚟蔬菜做慰安妇。联合国係同慰安婦定義做係軍事性奴隸，係違反人權同人性嘅做法。不過，嚟到歷史嘅過程，未到最近嘅反恐攻爭議度引起外界討論。長期為聽說慰安婦阿婆嘅婦女救援基金會施工，日本政府對條倒霉唔係非實力，未冇賠償哦。婦人會對將記錄嘅58屆台式慰安婦，也跟他傳到世界限賽。也是對日本政府非實力反擊嘅公投。做空中小姐的支付大家冇當今版的示範逃生注意事項，突然中立嘅吳小妹19歲本人買去酒家，23歲送去中國廣東做慰安婦。因着我們的邀請，他們帶我們回到了他們50年前的傷心地。本人拐賣去海南島嘅盧曼妹係新竹縣府口人，年紀初到馬拉利亞含有款態度，將台灣了後雖然個毛癖，較多時咧韓泰警察細心來落選，為咗安慰盧曼妹嘅心情，婦人會是安排阿媽做義務警察。那個傷害不只是來自於他當年可能曾經遭受過身體上面的傷害，那個傷害來包括比較是更無形的，其實是來自於對他自己的精神生活跟家庭生活、婚姻生活的一個影響。然後我們不要他們帶着很多的遺憾跟悲傷離開這個世界。1937年太平洋戰爭狂態，為咗解決國際反彈，日軍性侵佔領區嘅婦女，日本政府透過中人含有日常，未在2萬公嘅區公所，用了2.4萬公嚟到投入來收後生嘅細妹去海外做慰安婦。日本政府是台講慰安婦係商業行為，而且到日本國會議員公布3條填報內容，讓日本政府公布將承認有慰安婦，但是嚟到資料當局日本人破壞撇。這樣畫的什麼都沒有啊，讓你能夠研究什麼？你從上面無從研究起來，這就是一種反證啊，證明就說他們這個慰安所慰安婦的這種這個問題的發生日本是擺脫不了責任。1991年，韓國前慰安婦要求日本賠償了後，台灣的前慰安婦未公開企出來。1995年，日本說亞洲5星基金50民間50億日幣嘅賠償，但是唔係代表日本官方。過後受害嘅東亞上外嘅國家聯合提起嘅慰安婦求償訴訟，次未未係敗訴。日本政府嘅態度強權唔肯正式承認。那日本自己的這個官方長官，也就是河野，曾經有一段談話，日本政府的確當年有參與了這樣一個制度的設計，那他們也對這些婦女的處境感到非常的痛心。可是重要的是說，他其實這段談話並沒有辦法真正代表整個日本政府。吳小妹盧曼妹列到連日做過慰安婦，後半生人歸心平切，婚姻嘅磨合，希望等到日本政府自己非實力嘅能自構成呢。但是前參反恐攻爭議牽連出嚟慰安婦議題，對外界敢若同重點表達慰安婦係次年就係本人白，婦人會講當遺憾。民族主義不走國族主義這樣的一個路線，只想要去製造一個仇日或抗日的一個氛圍，那絕對不是我們想要走的。我覺得我們想要從的是一個性別跟人權、跟女性人權的這個角度來談這件事情。婦人會講慰安婦唔單止係發生喺70年前嘅歷史，應該再嚟到事件加強保障婦女人權。唔錯嘅改變應該偶爾唔錯，反而列脫歷史嘅事實。香港新聞市容俊、鍾淑慧、劉文輝台灣報道。